話說有啲嘢真係令人咋舌。你聽過機師報告見到 UFO 嗎？今集我哋會深入講一宗1994年塔吉克航空3位美籍機師喺41000尺高空遇到神秘飛行物嘅故事。呢個 case 超級有趣，除咗詳盡目擊經過，仲有分析佢哋點解認為唔係流星。今集我哋會逐步拆解呢宗報告、機師目擊過程、UFO 嘅特點、現場感受同最後結論。我哋會先分享機師遇到嘅情景，跟住講下 UFO 嘅外觀及行為，最後討論佢哋對事件嘅看法同推斷。準備好帶你飛返90年代高空。事件發生喺1994年1月27號，3位美籍機師駕駛住波音747 SP 客機喺哈薩克上空41000尺飛行，突然間佢哋見到東邊地平線有一點極之明亮嘅光快速逼近。佢哋形容個光源猛烈到好似閃電，仲要喺佢哋機身之上好多高度，而且速度快得驚人。佢哋一路觀察，足足睇咗約40分鐘，目擊對方做圈圈、螺旋同90度急轉，完全超越常規飛行動作。機師 Ed Rose 仲用 Pocket Olympus 相機影咗幾張相，話如果得咗就會交俾大使館同美國國務院。呢件事唔止一陣 ，UFO 最後以超高速橫向飛走，消失於地平線之後。好奇嘅係，因為當時天黑，機師根本分唔到 UFO 真正形狀，佢哋只係見到好似一個細細嘅物體發出超大波熒光，像子彈高速飛行時有拖尾熱波。而且 UFO 留低嘅痕跡都唔簡單。飛行40分鐘之後，日出時佢哋喺飛機底下見到 UFO 留低嘅白色尾煙。Rose 估計嗰啲尾煙高達10萬尺，遠超大部分飛機能夠飛到嘅高度。Rose 仲強調，嗰高度空氣稀薄，普通飛機根本唔會有尾煙。況且尾煙形狀完全反映 UFO 急轉同螺旋飛行嘅路徑，呢啲都好難用傳統航空學解釋。大使館曾經問機師會唔會係流星或者太空碎片。Rose 同2位同事非常堅定否定，話佢哋多年飛行經驗見過無數流星同太空垃圾，但呢次絕對唔似。佢哋認為流星只會一閃即逝，唔會盤旋、螺旋、急轉，而且唔會留低咁清楚嘅微煙。根據 UFO 嘅速度、動作同持續時間，佢哋認定呢個物體極可能係外星智慧控制。聽落有啲震撼。機師嘅信心來自佢哋幾十年觀察經驗，唔係憑空想象。佢哋一致認為呢個物體絕對唔似以往任何自然現象。講到尾，大使館只係純粹記錄事件，冇作任何判斷。報告結尾寫明，我哋冇意見，只係按原意報告。其實呢類事件，官方好多時都保持中立，唔評論，等公眾自己判斷機師會否再遇到類似事件。佢哋之後有無交相片，呢啲都冇後續公開資料。但呢宗報告已經成為飛行員目擊 UFO 經典案例之一，亦激發唔少人對高空神秘現象嘅研究同討論。總結今日內容，有3個重點值得記住：1. 飛行員親身目擊 UFO， 描述極詳細；2. UFO 行為完全違反傳統航空規則；3. 專業人士否定自然現象解釋，推斷智能操控。要實際應用，我哋可以當有 UFO 目擊報告時，應該抱開放態度，先收集詳盡資料，再分析，唔好太快下定論。今集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對高空歧視有興趣，就多留意有關專業目擊者報告，或親自搜尋相關資料。下次再見。